中華田中窯窯主葉志成是台灣工藝聯盟總會長、台灣頂級工藝協會創會理事長、中華縣陶藝協會創會理事長，同時也是文化部台灣工藝世家以及無形文化資產柴燒泥邊所記憶保存者，將樹陶藝創作超過35檔。這次來到台南文化中心展出，真濟藝文界大師也攏前來祝賀。文化資源司司長陳修成也特別告張致意。葉老師其實剛當上我們那個工藝聯盟的總會長，然後他也是我們無形文化資產泥邊塑的一個記憶保存者。那我剛剛走了一遍，看老師的一個作品，不管是泥邊塑也好，或立體的一個陶的雕塑也好，或是我們後面看到這些人物的一個雕塑，其實老師的整個技藝其實都非常的純熟，其實都已經到達一定的境界了。我想在整個中部的柴燒也好，或是整個陶作的一個技藝創作者，其實都是佼佼者。燃泥紙是藝術家葉志成創作生涯的回顧，也是一場對着工藝精神的書寫甲致敬。展出作品涵蓋柴燒、泥邊以及油滴天幕等技藝，展現葉志成在陶藝美學精神。我的作品大概有66件的作品在這邊台南文化中心一個展出。那作品包含了我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的創作品，那都是這2年的一個新作。那主要是以泥邊、柴燒跟塑為方向。那我們就把以傳統的一個蟹籃呢編織成我們的陶藝的造型。所以說陶藝呢，它本身就是一個大自然的模仿師，所以說它可以模仿任何的一個像金屬的啦，或木質的啦，或者是編織的。那這次主要是以編織系列。那編織系列當中，我們可以用3種燒法，第一個是柴燒，第二個是電燒，第3個是瓦斯燒。那可以看到我們的作品當中有很多的層次的變化。那編織當中有螃蟹在上面，其實這是我一個從小一個成長過程我所聽到的、看到的、摸到的，變成我的創作題材。陶藝家葉志成的展覽，目前在台南文化中心2樓第1藝廊展出當中，展期到11月底。喜愛陶藝創作的朋友，千萬唔通錯過這場大書記的展覽。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